原来东野元帅这里无路用，哎呦，我听到，你来个，哎呦，阿强，走，完天。 下面，金沙滩失守，双岭被破，西的何大军三骑电冈山，这咱蛮将的武能，且将军恕罪。哼，小小一何大军，有我带这本领，我就不相信，我一定要来见伊正统的计划。 丁将军，东边的大军已经进入洪峰城来了。来日好，是嘞。你若不输者，上来我手中举起当边，我愿意退出别个所在，这谢礼献给你。是嘞，卡斯你是把我写着信，即时跳下中原，从今以后袂使来看到我的边界。好。 好一个好计，但是不能实现。好，我开你下吧。好计划，好计划。 李庆生因这兄弟，拢来归降大同，黄社经接应，但是死了你功劳啊！多谢神哦。哦，元帅已经进城。赵神哦，我是不是会来去见元帅？哦，袂用袂用，我要甲元帅求情咧，这声也见面哦，啊你卡叫你无性命啊！ 那安尼要安怎呢？我跟你讲，你紧闭起来，要有关你的功劳哦，我会走地奉上。多谢赵神哦。紧，赶紧，靠卡手的，紧闭起来，赶紧，赶紧。囝婿啊，这声红城的功劳，又是过你的咯。金沙滩大胜。 夺取苏阳岭，攻破凤凰城，拢是何宗宪的功劳。何宗宪是好人呢。启禀皇上，乃是个贤婿，何宗宪。皇上，你唔当听伊伫咧乱造，建立这功劳根本就唔是因家产，在我伫咧想，这是应。有的元帅，应该是伊爱得的功劳啊。我军说。既然是伊的功劳，等待班师回朝，论功嘉赏，小相平心。是
看社案，也能解着你心中的苦闷。牛兄的母心哦，去社案，将有心啊情，去的有啊山啊，心情去有山啊。大哥，我真是未了解，我是去带着什么鬼的罪名？这么多年来，也阁是卖名，踮是营中做伙头军，而且我会认为众位兄弟，大哥，唔通安尼想，咱兄弟同生共死，这是应该啊。自从咱来投军了后，败良文镇，做兵了论，献着满天过海之计，占关破寨，势如破竹，这做功劳，敢真是你我袂当过我这个罪名？元帅，佮一直想要来掠。大哥，我怀疑讲，咱是毋是去中着伊丢四柜的诡计？中计，这敢有可能？敢会中暑？甲元帅强谋就要夺我的功劳？毋是，大哥，一定输过，叫咱做回头军，毋肯互大哥你保一命，毋肯互咱众位兄弟露面，这个其中一定有因果。兄弟，咱莫去错怪别人，咱毋是张先锋，处处来伫咧保护咱的，咱早就叫元帅甲咱掠去了。我真希望讲，咱会当记着元帅，当面甲伊问一个明白。记元帅，这哪有可能呢？我毋相信，我毋相信元帅伊是迄种无讲理的人。大哥，大哥你看卖，前面飞来一阵间，来大哥，你甲射看卖，射看会着的来，紧的，大哥紧的啦，快紧，飞对边过啊，大哥试看卖，紧的啊大哥啊，伫遐伫遐，大哥射看卖啦。大哥啊，写着啊！紧的，咱来搁飞去，紧的，来去甲掠倒倒行啦！大哥啊，行啦！原来东面的元帅这里无路用，哎呦，看见着我，你来个，哎呦，阿爹。走！完骗！啊！元帅！元帅！田老瓜，救命！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我叫洪山救元帅，元帅已经进来啊！哈！问谁来啊？哎呀，遐多，你搁得着元帅，你嘛紧藏起来，啊，安尼啦，你明明是死路一条哦，哈！我跪下叩头啊！求先锋哦，念在小兵啊，情见大功啊！这家可是冤枉，叫阮兄弟啊，免的心难忘啊！是啦，拜托你救大哥啊，伊小婿看来，死咧就讲也袂少，你甲赶紧救伊的性命要紧啊！好啦好啦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多谢先锋官。当起来，怎样？喂，穿入去藏，哦，安尼，紧紧紧紧紧紧，对我来。较紧较紧，哎，对
对，慢吃慢吃。是哩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入去哦，做啥唐叶粉假赛庄贤清，也你当着元帅会经过是怎样当着，也经过所有理由详细详细，讲阮假赛听。好，我知影。紧咯，快紧快紧。死人鬼！你在哪？元帅元帅。我问你，好。死人鬼嘞？哈？死人鬼！元帅啊，他我这个营内哪有死人鬼这个人啦？胡说！啊！拄只不是有一个小兵雄雄走进来？啊？哦！元帅啊，你讲想要讲甲伊见面是无？我唔对，我要甲伊见面。对面你会走去？是。来啦！来人啦！何将军啊，请出来！世界卡牌红好势，叫赶紧出来啦！唔通会走钱啊！紧！哎，元帅伫遐，莫管去见元帅。啊！拜见元帅。好，对啊，好，我走啊！胡宗宪，哼！是我。我问你，我要敌人，唔是这个人。哎呀，元帅啊，明明对阮囝婿何宗宪无对啦。元帅，拄只你看的是我，是我对遮走转来啊。对嘛？我都无咧找你讲袂认你，挑处你。啊，明明是我。是你。是啊。哦，你若讲是你哦，我问你，你就爱甲我讲有对哦。你若讲无对，我就甲你掠咧剁头。我问你。无，元帅看你要问啥，你做你问嘛。你倒要甲我见面？黄凤山。对嘛，黄山对啦。是安怎有甲我见面着？啊，你又烦啊你阿爷，刚才我甲你救啊。无唔对嘛，讲了真对人。啊，你是安怎你见着我就走？我嘛唔知影，啊你提手甲我绑咧，咱落地啊扭扭闹闹，啊你跋过来倒啊。讲了有理由嘛，对啦，阮囝婿何宗宪啦。哇，这个代志你哪会知影遮详细？也什么人甲你讲的哈？无啦，元帅，啊这头到尾就我家己哪就送人讲，明明就是我啊。哎呦，我头壳哪会变成这样歹？嘿，奇怪呀！元帅啊，当囝婿何宗宪，救你的性命啊！你个公路旁边有长迄身躯哦，摕起来吼，迄公路紧甲天落去咧。爱甲记讲哈啦，唔对，你也袂记的咧。我会袂记啊，那甲写落去。要若写到，也着加一讲啊咧。加一讲嘛，丢手鬼！你真好大胆哦！你敢暗敢应梦现身？有一日若互我查到，我就免治你这种